总统出国访问，来到邦交国圣洛西亚的国会来演讲，出现一个小小的插曲。伫蔡总统到位进前，一个议队的成员突然间昏倒，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旗煞全卡掉咧，升袂起哩。但是这并无影响到圣露西亚热情来接待蔡总统。 总统到国会演讲，现场所发生小插曲。伫蔡总统到位进前，有一名女性队员突然间昏倒，马上被扶起休息。另外，要升中华民国国旗的时阵，在是安那各种拢升袂起哩，只要换一个期间，国旗才飘扬。就亲像咱的外交处境，克服真侪困难了后，互世界看到台湾。总统伫国会演讲，就强调双方互利互惠的大适合作。There will be no issue of debt traps. Unlike some other cooperation models， 被记者问到这段话，敢是针对中国？我们应该怎么讲呢？因为常常有人会有这句话叫做"不要对号入座"。讲绝对不会有友邦陷入这无限制。若是参与香港立法会受惠者，嘛来到台湾寻求庇护。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哦，我们会基于人道做适当的处理。 伫总统的答应上，圣露西亚总理讲要向台湾学习，也佮甲夫人做伙送往来。总统在圣露西亚的行程告一段落了，而下一站是过境美国丹佛。以上是记者陈夏、彭冠霖在圣露西亚的采访报道。